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3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弥迦书第7章第18节到20节，罗马书第3章第21节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系。有人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通常这样的一句话是被运用在政治的范畴上面。台湾呢，有个县的前县长给了他儿子一个智色的台湾全国首创的一个县长特助的职务。虽然表面上说他不知心，但却因为有这样的头衔的名片，而到处可以去行使特权，而遭到许多的批评。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也非常强调关系的。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因为要用特别的关系去行使特别的权利，我们说特权，或是要用这样的特权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基督信仰里面所强调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的除了罪，能够跟上帝有和好又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特别的，是独特的，没有一个其他的神明偶像能够相比，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与其他另外一个人一样。因为上帝造人是特别的，与人的关系也是特别的，不会是复制的关系。也因为如同彼得所说的，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们借着他得救。这是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拯救，因此也是独特的关系。弥迦书的先知呢，也是这样说道：上主啊，没有其他的神能跟你相比，你赦免了劫后余生的子民，你不长久怀怒，却以不变的爱待我们。你要再一次的用仁慈待我们，你要把我们的罪踩在脚下，抛入海底，正如你古时候应许过我们的祖先。你要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我们可能无法如同一种试验性的有一个结果这种东西来给人家看，来证明，但是却可以让人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展现，来让人感受得到，或是说借此看到上帝的同在。如同彼得一样，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他的表现，以及在使徒行传2章被圣灵充满以后的表现，是判若两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不再是以前那种冲动爱现，然后贪生怕死这个样子。因着他跟上帝的关系的改变，他所活出来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还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曾经3次给彼得问说：你爱我吗？从心理辅导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3次的肯定的提问，就是要给彼得从3次的否认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赦免，并且也因为如此领受新的呼召。所以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喂养我的羊。这个关系已经是升级了。之前耶稣基督告诉彼得的呼召是来跟从我，又说要得人如鱼。如今他与基督的关系正式的提升了，接棒，成为牧羊人的接班者。这个关系就回到了一个非常正确而合宜的关系了。因为彼得他已经不再躲藏，他不再否认，他不再为自己而活，他现在是为主而活。保罗在给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书信里面说道：但现在上帝已经显示怎么样使人跟他有正确而合宜的关系，这是跟法律没有关系的。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们都是这样的见证。上帝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上帝这样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任何差别都没有，因为人人都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然而上帝白白的赐恩典，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使他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救恩，就是要使人与他有正确和合宜的关系，从叛离到归回，从归回进入到救恩里面。这不是特权的关系，却是特有的救恩。特权是将恩典、福利、所有的利益收归己有。特殊的恩典其实就是带有呼召的，要将所有领受的一切利益来与人分享，使人得益。这是我完全不相同的。因为保罗这样说：上帝不惜牺牲耶稣，以他为赎罪祭，借着他的死，使人由于信他而蒙赦罪。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就在这个时刻，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这样，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一点都没有。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是由于遵守法律吗？不是，是由于信。我们的结论是，人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只借着信，而不是借着遵守法律的要求。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吗？他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当然是。上帝只有一位，他要犹太人基于信，外邦人也是借着信而和他有合宜的关系。这样说来，我们的信使摩西的法律失去效力，
这样吗？当然不是。相反的，我们使法律更为巩固了。关于信心，雅各书有不同的角度的切入。信心就是要有生命的行动，才能证明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不需要向人去证明，但必须活出那个特殊关系的生命品质。我们爱上帝不需要用嘴巴，不需要去宣传，不需要借着批评别人来自我肯定，但我们要如同彼得一样，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他愿意顺服，宁愿被圣灵改变，降服于上帝的旨意，欢喜被主所用，热心传扬复活的基督，这样就活出了与上帝有良好而正确的关系。我们呢？基督徒要如何来被主所改变？人们时常喜欢说年纪大的有那种恐龙思想，意思就是说他们食古不化，很难被改变。但真的吗？不太容易被改变的，其实恐怕跟年纪是没什么关系的，而是思想，还有他有没有委身的生命。只有愿意被改变，被上帝改变，这样才能跟上帝有合一又良好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上主来，他是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你跌倒，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看来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上主要保护你，他在你身边庇护你，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主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感谢上帝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而成为上帝你的女儿还有儿子，而跟你有良好正确又亲密的关系。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